所来关心有关公投的议题，这个话题，拜六就要办公投啊！国民党办几啊场的大型的造势活动，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出现，昨伫面前发千字文，引起党内风波。这个侯友宜就针对公投安尼写，伊写讲公投演变到今嘛为止，煞变成应该是人民意志的表现，变成对人煞无对事，毋是朋友就是敌人，武甲袂随你选举共款，这应该是国家人民利益摆伫头前，后壁毋才有党有派。伊相信讲人民拢已经野线，拢已经忝啊，不过嘛因为安尼侯友宜呢坚持行家己路，互伊一路行来，民调拢领先排名第一，所以这是热情叠加国民体顶人。公投都同意，台湾更美丽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为着12月18公投，带党内民意代表坐战车伫台北街路扫街，不过是无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出现。侯友宜一直封闭爱对公投表态死的同意，前一天伊才伫面册发出千字文，伊讲原本应该是一个议题就事论事，那会变做对人无对事，而且佫不敢拿选举共款，对立佫有冲突，大家敢袂忝？我相信民众嘛拢真忝啊。其实我只是在这里传达一个经过理性科学论证以后，由人民做主的核心价值。就惊公投前一天，国民党来出现地沟风波，侯友宜和朱立伦拢亲身来说明。执政党的二把的地方，我们国民党必须要有国民党的立场，在野党有在野党的天职。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站在一起。相看起来那真和谐，敢若已经达成共识。不过侯友宜只要一天无表态，恐惊要是对国民党的退赛公投案通过造成未少的冲击。